冇錯，今日我要嚟炒冷飯，我要嚟炒低能小說嘅呢一鋪冷飯。咁當然啦，我唔單止會炒冷飯，我仲要抄江嫂子言呢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呢個影片，我要同你解釋一樣嘢，小說係咩呢？小說就係一種好似漫畫嘅嘢，佢會令你感受到開心。其實我都唔知係咪好似漫畫咁，可能我喺度鳩。咁我哋直接開始。佢低聲就罵咗一句 Shit。我真心希望小說作者，尤其係小鹹文作者，唔好亂比喻，更加唔好亂用點，求你哋啦。尋日見到一篇，仿佛挾天子以令諸侯般，奸詐般捏起了他的乳頭。WTF，瞬間變軟不特止，大半夜嘅我無法牙齒咁笑咗10分鐘。佢永遠都係彬彬有禮嘅樣，唔理去食飯、瞓覺、飲下午茶或者傾偈，佢都一直保持嗰個35度，露出潔白牙齒的微笑。咁我就好好奇，佢傾偈係咪咁嘅？Hello，你好，我最近學識咗到啦。咁佢100%就係咁加啦。我頭先已經完美咁示範咗出嚟啦。六合彩中咗3600萬，唔寫書啦，此書太咁由於我最近都中咗呢一個3600萬，所以我都唔拍片啦，拜拜。